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 Jason Pan 彭偉基，好榮幸咧，今日咧同大家推薦我本自傳《世俗眼中的不可能》，終於面世啦！呢一本自傳啦，就集合咗4個社會唔同行業嘅人，就用佢哋嘅生命嘅故事去鼓勵而家一啲喺迷茫中啦，或者係讀書唔叻啊，或者面對好逆境啊、疾病啊嘅朋友嘅，都好榮幸啦，被貿發局邀請我哋喺書展嗰度有一個少少嘅發佈會。講一講我哋嘅故事，都會有商界或者政界有啲猛人同大家分享嘅。今日齊集喺呢一度嘅原因呢，就係我哋會見證住呢一本凝聚住佢哋無數心血嘅新書《世俗眼中的不可能》㗎。呢一本呢，唔單止係一本書咁簡單，更加係4位作者佢哋赤裸裸咁分享佢哋點樣喺人生低谷走過嘅真實經歷㗎。咁呢個時間容許我邀請我哋嘅4位作者逐一嚟到台上面，請你嘅掌聲有請李子峰先生。繼續有請彭偉基先生 Jason， 跟住有阿 Joanne 周美華小姐，以及 Thompson 黃喜龍先生。好，咁呢個時間不如俾佢哋嘅心血結晶，佢哋揸住影張靚相先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俾啲心血結晶，佢哋揸住影張相先。再攞掌聲有請我哋嘅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GBS SVS JP。請嚟到中間位置，請嚟到中間位置。繼續有朱國強校長、黃桂林博士、溫家明先生，以及我哋吳秋全教授。當然就有謝友生牧師博士。好，呢個時間邀請我哋台上咁多先望住鏡頭影張相先。騰懸崖生長，能迎難再上，不稀罕到世來鼓掌。世俗眼中的不可能，耶！俾啲掌聲嚟就更加好啊！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經歷過低潮嘅時候，我好想寫一本書去鼓勵人心。我係俾大家去睇一樣嘢，就係當年我經歷嘅所有事件係點樣思考，我嘅決策心理係點樣做。我係中國全國第一個香港人返大陸教國情，仲要喺內地嘅985大學做。恒生而家銀行個 level drive 叫 J drive， 點解叫 J drive 咧？J for Jason。多謝我太太啦，係啊，佢 Angie 啦，佢係喺呢段時間係我人生最大嘅動力同埋支持。我揾我自己最叻嘅地方嚇，仲慢慢日日練習。練到你係最極致為止，好似李小龍咁講，佢打拳好叻嚇，世界知名嘅，流傳萬世。佢淨係講一句嘢就咩呢？我唔怕一個人有1萬種踢法，最怕一個人一種踢法練1萬次嘅翻嚟。讀書係同埋工作呢，嗰陣時已經同工啦。如果係有勞工處一拉得㗎啦，嗰陣時其實即係小學5年班一直做到中學5年班，放學就去送貨啊。筆米啊、5毫子鹽啊、咁樣筆油啊，咁樣整翻嚟嘅，係啦，未停過。咁啊，study from 由頭到尾都喺度讀咯。咁啊，就算初1、初2、初3都喺度讀書嘅，都未停過咯。我知道呢一本書出嚟之後呢，其實我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因為呢，我係會感覺到能夠鼓勵到好多嘅人。真係要識得發夢，朝住一個夢，本來唔可能，一係唔做，一做做得最好。講咗咁多叛軍，一係就唔做，一做個咧恒生嘅 J Drive 出嚟，攞幾個叛軍，有文武雙全，呢個咧就係全力去做，呢個就係一個成功嘅地方。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 呢個字，多啲俾人去了解一下，將自己嘅成功嘅例子，將自己咧整個心路歷程同人哋分享。令到人哋明白你，明白自己可以走嘅途徑。其實呢個故事呢，大家4個故事呢，真係呢啱啱 DSE 而家啱啱放咗榜呢，係最佳嘅時間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understood。恭喜晒！呢本書其實好有意思呢，就係生命中不可能嗰件事。其實我哋每個人呢，都一定有呢種咁嘅經歷嘅。咁啊，寄語呢，就呢本書呢，可以出系列嘅書呢，之後就係不可能系列。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喺目前咧好需要嘅，無論正話講嘅欺凌啊，中學生而家憂鬱啊，成人嘅一啲絕望啊，
等等啊。咁呢本不可能嘅書咧，好期待咧係即係瘋傳出去。所以呢本書佢點解要傳咗呢個世界呢？我馬上寫序呢，就係佢一推出去嘅時候就話俾你聽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，你要嘅就係學習，透過學習 earn 賺取得到你想得到嘅目標 ，learn to earn。而 earn 之中呢，我覺得4位作者呢都有個特質，就係佢哋全部都係 earnest，E-A-R-N 加 E-S-T。